各位巴斯打安好，歡迎返嚟魚眼雷達。今日單新聞真係有啲風繼續吹嘅味道。講緊羅志祥6月13號踩上紅館，而姜濤會做佢嘅神秘嘉賓。件事傳到咁行，好似層層疊咁。但你問我堅唔堅，我真係答你唔到。事關根據以前嘅劇本，通常傳到最勁嗰單，最後都係得個傳字。不過呢個傳聞又真係有佢嘅歷史根據嘅。話說2017年，姜濤仲係個17歲怕醜仔姜 B， 膽粗粗去咗參加快樂男聲。嗰陣小豬就喺台下見過呢個原始版嘅姜濤。真正嘅戲肉係2023年，姜濤第一次開個人 show， 小豬專登飛過嚟撐場，仲喺台上當住成萬人問姜濤：如果我嚟香港開 show， 你願唔願意做我嘉賓？姜濤嗰陣諗都唔使諗，即刻一啖應承。過萬人面前嘅承諾，唔通真係當做食生菜咩？但係我哋呢個娛樂圈有句格言叫萬事俱備，只欠放行。小豬自己之後受訪都話，知姜濤忙，唔會強迫佢一定要嚟。你聽真啲，呢句說話嘅潛台詞，同我哋平時聽嗰啲公司要排練、要開會、要乜乜乜嘅萬能 key， 係咪有幾分似曾相識？由一諾千金到下次先，中間永遠隔住一層管理層嘅智慧。你話我陰謀論都好，呢張通行證先係成件事嘅真正主角。不過作為一個專業嘅塘邊學，我哋梗係要兩邊都睇下。6月19號，姜濤自己嘅澳門銀河 show 就要開鑼，一連3場。紅館係師傅嘅主場，銀河係自己嘅舞台，中間隔咗1個禮拜，時間上係夠嘅，體力上對一個後生仔嚟講，應該都仲頂得住。問題係公司夠唔夠薑，喺自己個 show 前放個生招牌出去同人哋跳到身水身汗，呢條數佢哋點樣計？所以話呢場世紀合體成唔成事，作為塘邊學，我哋梗係食住花生等睇戲。但係6月13號紅館個台上面見唔見到姜濤？各位姜糖，真係要記住我哋吹水雷達嘅格言，希望越大，可能就越，你懂的。我哋都係等下先啦。多謝支持，今日雷達短打就到呢度。新聞短打，最緊要講得快，講得爽。好啦，想繼續爽落去嘅，請你即刻訂閱點讚，唔好客氣。我係雷達，我哋下次見。